無望6四，今晚維園見。誰又記起而6四的每幕像民主之火熄了，今天眾人忘記，只得我懷念，多麼諷刺。每年嘅6月4日，人民不會忘記。今晚維園將會化成點點燭光，悼念民運嘅先驅。長年未平反，卻有媽媽蒼老，年長逝去。遺憾是這份信念沒人延續。一班喺維園參加體驗營嘅中學生，一班義工，仲有親身見證被坦克碌過嘅佢，共同信念就係平反6四。他們不希望我們把這些真相告訴大家，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是他們一個人們不能原諒他們的一個罪行。作為過來人嘅佢受盡壓迫，但係佢冇放棄，佢亦都勉勵大家唔好放棄。這個政權確實是讓你強大的，讓你覺得有點喘不過氣來。可是你不要忘了，每一個人的一點點改變，也就是社會的逐漸的改變，總有一天會發生變化的。所以千萬別忽視自己每個人的力量。今晚佢將會第一次上台，同王丹、天安門母親一齊分享感受。支聯會邀請全港市民今晚嚟維園，用良心控訴屠城暴政。除咗用行動，音樂亦都係一種好好嘅悼念方法。夜幕以下，木亦下，間剩嚟沉默雪亮火花當燈光，漸漸得轉折，痛楚心中再沉重，化成了燦爛感傷。一班網民就改編咗 AKB 一首原本講柏林圍牆倒下嘅歌嚟悼念6四。歌手吳彤亦都作咗一隻歌嚟悼念。黃雀飛，飛過懸崖那海裏，飛到誰人已心碎。至於學聯學生，尋日繼續喺時代廣場絕食，有學生餓到暈同胃痛，都話要堅持落去啊！悼念6四嘅活動亦都衝出中國。紐約就有人整咗架屠城坦克，坦克太大工程，香港就有人自製正義巴士模型，只此一架非賣品嚟㗎。大家想買啲紀念品，又想支持平反6四，可以去支聯會買翻個民主女神，亦都有每年大賣嘅6四 T， 劉曉波嘅08憲章同水杯都係唔錯嘅選擇嚟㗎。誰忘記坦克與男孩子，他有